紧接电话。哥，你唔着紧接。哦。你搁确定啦？要创啥？金苗，你的详细有安怎无？我家己会处理，免你烦恼啦。你是妈妈的亲生后生，我要哪样个无管？安尼，你是安那要做遮尔多，伤害我境外的代志？我知你真气我，也毋过拄则你肯放我走，都表示你的心肝体也靠我亲的妈妈对无？唔对啦，迄是因为我有人性。金苗，妈妈即马真正是走投无路啊！迄是你家己做出来的，后果你家己负责。我是做真正唔对的代志，也毋过我对你也袂爱啊。自头至尾，从来都毋捌改变过。恁两个拢是妈妈怀胎10个月生落来，我比谁搁较爱你。我所做的一切，真正是为着恁未来打算啊！好啊，你莫讲遮尔多啊！我听信了，你还是赶紧找一个所在秘起来啦。妈妈是会当秘去对的。恁若唔肯陪妈妈回去，就算我即马活的比死搁较痛苦。妈，金华，妈，你即马是伫倒位啦？妈妈对不起你，以后拢无法度搁照顾你啊，金华。妈，你是伫倒位啦？我来去找你好无？妈妈拜托你，你甲恁哥哥讲好无？你替妈妈拜托恁哥哥，可以陪我回去大汉因家。恁哥哥若是唔肯出面替我喊讲，我唔知要怎做好。金华，妈妈一世人欠你，希望后世人能够当做母仔囝，妈妈会好好保障你。妈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哥，既然代志到这来啊，你就会当为着翁康妈妈受伤，你有啥物歹趁这个机会，甲规个代志拢化解掉，较免以后搁增加麻烦啊。哥，金华，都会过一届，都会过一世人。假使伊搁甲伊合作的人反过来干咱一嘴，咱是安怎？伊都知拢伊真重视你啊，嘛真相信你，你是搁在考虑啥物啊？哥，我求你啦，咱家有一个妈妈呢，哥，我拜托你啦。好啦，金华，我甲伊来倒。你即摆来安慰座位，我去接你。恁大家拢伫咧啦，是咧开家庭会议上。先生啊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没有，对方人呢？先生，你听未？有没有？我咧问你，走去啊，详细的经过，问伊就知影。玉芬，是安尼啦，我伫迄路的拄着金玉啦，伊甲我讲，迄个班会实在是真厉害。好，莫搁骗我，我替恁讲，看清楚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是什么物件？枉费我甲你当作心肝宝贝，你要治啥就互你啥物。还有你，当作洪太祖同款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想要到恁两个，连人起来欺骗我，
我后壁母一条这么大条的代志，只差一点害死死哦！不用。周玉芬，你想哪要提一个球毛？卡上，这敢有需要搁问？一定是因我囝想要球毛来绑票啊！以后你甲乱揩油。周玉芬，你破坏我的家庭，我会使卖计较。啊，不过你要伤害我的查某囝，我绝对会跟你计较到底。你今日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。周玉芬，搞玩弄你，Go！你要小心，卖脾气。你是为着要保护我，妈。我毋是一直甲你讲，叫你卖地我。你看你安尼，毋但互我无法度甲球毛掠转来，而且阁有别人怀疑咱。你甲妈妈讲电话的时阵讲闹交去，我一听到你要去掠球毛的，我若无得去管我的烦恼，这是天下白母事，我敢有毋对？你若是无来，我早甲乌雄甲球毛掠转来。我若是无过，无甲你皮跑跳球毛，求伊放你一条生路，你早就已经变成伊刀下的亡魂啊啦！若毋受到你的影响，伊根本就毋是我的对手嘛。你啥个要天强啊？你看，你为着要掠班费，连你家己都受伤啊！干生，你明明知影已经受伤，是哪个真正出来啦？当作我是三岁囡仔，我囝用苦肉计，就想要来骗我。你若是受伤，是安怎遐相片内面无看到你受伤？迄是因为球妹摕走我的皮包了后，伊还阁唔帮我算，想要绑票你的好后事去做人质，金用伊唔去，所以才受伤的。好啊，妈，爱甲伊解释遮尔多啦。伊若唔相信，讲较多嘛无路用啦。就好像就顶届我绑票亲友的代志是同款。有可能无要紧，今仔日一定要死的食，咱嘛一定要死甲清清白白，绝对袂去死啊留一个臭命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是阮误会恁啊。遮尔讲，阁有人掠什么班费啊？倒啥？你根本就无应该派这无路用的人去啊！球毛已经够够戆啊呢，迄煞比球毛搁较戆。玉芬，像我较失礼啦。我是为着要掠绑匪这件代志，母甲我头拢戆面，才疑神疑鬼，乱听别人讲。请问，你迄个别人到底是啥？又搁是啥？翕遐个相片来互你，还害阮无囝？我有拜托朋友，叫我找球毛的啦。伊发现到伊的时阵，就想要去掠伊，谁知影因某仔囝同时出现，伊虽然唔知影要安怎做，所以先甲相片翕落来，摕转来互我看，才来做决定。我看规气安尼啦，你甲我当作是球毛的哦，掠去后手出去的来做毒煞，为着你也唔信任我啦。明明是你咧闹叫，吴大叔，搁一点咧假可怜啊你！好啊好啊，无代志啊啦，当作误会一场啦。老乔，无论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甲球毛甲我掠转来。是。我囝讲的话，根本就是白贼，迄早就拢已经套好啊！阮弟想讲吼，会当一空掠上只啦，想袂到连现场翕到的相片，嘛叫阮母仔囝杀甲离离。敢讲咱真正袂当对付迄对奸诈的母仔囝？我上大的，
你甲周玉芬过去行真晚，恁两个搁亲好，你应该真了解伊才对。你总有啥物其他的撇步会当治伊吧？是啥物咧亲哦？你讲的话是害人伤善的，若袂晓讲哦，靠你讲的啦。喂，你甲我讲话口气较注意。是咧注意啥？你甲恁爸当作细汉，我咧甲你讲话是要客气啥啊？我甲你讲，恁爸出来做兄弟的时候，你还阁唔知伫咧倒位咧啦。是你家己笨桶，代志做袂成，搁怪对我遮来。无你即摆想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你是要死啦！恁这是咧创啥啦？我要想办法甲咱遐起来乱，安尼以后要安怎继续合作？请手起来。我想坐来讲。好啦，最后我会出一张王牌。啥物王牌？这张王牌是周玉芬的客星，是我的保身符。时间若到，我准会带伊来见。金龙啊，妈妈看你规暗拢无食，带你出一碗面，趁小经济。我无想要看到你出去。既然你遐尔怨恨我，想要拄则要讲遐尔死话来保我的命。我是咧保我家己的性命。妈妈早就甲你讲过啊，咱母仔囝的命是连做伙。这点是我上怨恨的。假使会当脱胎换骨，我真正足希望，甲我规身躯的肉甲骨全部拢求你。这上怎一直要甲妈妈当作是元首啦？请你出去。好，我出去。也毋过明仔趁小食嘿。等一下，你甲舅母的代志，还阁有啥物人知影？谁哪拄好我拄着？干嘛想想的？无可能啊！哪会无可能？都是欧翔甲我讲舅母的行踪啊！欧翔嘛有参加帮票只有客话啊！伊若贴拍我的底下，就等于贴拍家己啊！欧翔你哪有可能摕伊家己的性命滚生笑啦？安尼到底是啥？敢讲是中医？迄就更加无可能啊！中医也毋知影规件代志的来龙去脉啊，伊嘛无可能知影我有参加啊！不管是啥，拢无法度阻挡我敬仰的路。若是要阻挡我敬仰的路，都是自找死路。那你即摆有啥物拍算？你无需要知影，我拜托你，莫搁惹麻烦啊！请你出去。敢讲阮的命运，注定要做伙。是吧？哎，这个是啊，来，欢迎归国吼！啊，你的时差有调过来无啦？什么时差啊？咱志强欢喜甲10几点钟拢无困啊呢。对啦，这应该欢喜的。即摆得到国际上真正出名的运动器材公司阿瑞斯因的支持甲信任，若是当搁进一步合作，咱这位台湾的野球战神，就甲亲像希腊神话内面的战神阿瑞斯同款，名声tap出海。阿伯，我甲 Aris 公司才拄开始接触的，还可唔知影是不是有结果。志强，只要咱尽力去争取，都有希望的。
对啦，也毋过也袂担心无到进前，一定要放靠落来，才会互有心情来破坏。阿伯，多谢你给我提醒，咱正成运动器材公司有你这位军师，一定会成功。对。会啊，毋过吼，咱这间公司哦，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咱袂去甲人说声。是嘛？真多谢你，咱毋是有你的鼓励，我无可能向去台去做。啊，甲人说声，表示一下意思对无？多谢你提醒。是嘛？咱是袂当结拜做兄妹。志强，你已经有一个姊妹妹妹啊，我了袂起。对，这样啊，咱人心爱吼，才无嫌做你的小妹，你是戆甲袂平常样。王志强，你看，嘿，讲小妹哦，小妹就够啊啦。王志强，你啥物意思啊？你偷偷的带新妹子去美国佚佗，我算啥物？伊甲你当做小妹啦，台湾省拢知影啦。你讲话啊！你爱我讲啥物？我甲志强是去美国讲生理，毋是去佚佗的。我无咧甲你讲话啊。是哦，我毋是你的敌人，我嘛毋是你的朋友。啊，恁两个是吼是姊妹啊啦。啊，拄则志强吼，才认心爱啊做小妹啊。男人真好啊！你做志强的小妹，我做志强的女朋友。是啊，小姐啊，你敢毋知影呢？感情是袂当勉强的。感情嘛，毋是亲像今晚这安尼，毋知影定数，讲反背就反背。笑，卖我闹好不好？我毋管啦，要来你的公司做代志，做小妹嘛会用的。是哦，你莫讲生笑啊，等志强咱请你会去啊。我嘛无讲要领钱啊，我会用做义工啊。啊，搭搬物件也搬袂叮当啦，啊扫涂骹也扫袂清气啦。啊，你是要做啥物工啦？我会用做志强的总管啊。除了志强的交朋友的情形，我啥物拢毋管。笑，你唔答应我，我就天天来乱哦。啊是安怎？啊你是要唱啥呀？你乌起，我嘛是乌起呢。那白白乌起吼，甲你比的我是较先做一点。你看呀，遮酷。是哦，啊是安怎？伊是下到心，是安怎？拢毋讲话咧。伊是亚马，不懂庐山的亚马。除了我的阿公、我的卡上，还阁有我，伊袂插你。另外桌上伊嘛无爱插。酷。无好啦，你们在这开讲，我来去看警官。阿伯，小奶奶，麻烦你替我把这物件找进来。哦，是啥物物件？我伫机场买纪念品。金华只是人的某啊，你阁啥物纪念品啊？阿伯，麻烦你。金华，我真正毋知影你心内是安怎想的。既然也会记得志强，是安怎去对伫个江明静的身躯边的？爸，志强，伊即嘛好无？有心爱陪伫个身躯边，甲鼓励、甲安慰，伊在那努力打拼事业。最近咧争取，甲国际上真正出名的运动器材公司 Aris 的合作机会。爸，甲志强讲好心内，我会当放心。不过，我惊志强放袂落心，你敢毋当替我家考虑一下？金华，你搁这样关心伊是安怎毋家己去讲呢？你爱知影，你一句话，较赢我10句话。
多谢。黄总代理，你嘛需要困一下。我若是想要摕到 Aries 的代理权，我爱搁较用心嘞。你已经遮尔啊用心，遮尔啊拍拼，卡所以你搁要摕到代理权，那安尼就是无眼光啊。希望是安尼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达成你的心愿，我对你有信心。是吧？真多谢你这段时间运用你伫咧商场上的经验甲专业，帮助正成运动器材公司渡过难关。讲实在的，我真是唔知应该安怎甲你说多谢。啊无，你敢会当答应我一件代志？什么代志？永远莫搁甲我当作是你的妹妹啊！我希望会当当作你的知己。志强，咱做伙还咱所有的代志，好不好？好。志强，心爱，我祝福你。彭志强才拄去美国回来，你着赶紧走去看伊，真正是下贱的查某。你甲彭志强真死难逃，你敢来？敢命还有我这红婿？姐，遮尔暗，你去倒？看老朋友？无啦，啊，我着无啥物代志，所以我着出去外口行行。哦。我哪只无说你啦，歹势歹势，这一道买，我买一个陪你。我紧啦，这是一个老同学送的。老同学，还是老朋友？一个真普通的老同学送。哦。彭志强，你阴魂不散，搞某的心甜了了，我一定要你死个真歹看。这彭志强搁进一套，想要争取这 Aries 的代理权，我看伊是想要翻身啊。总裁，咱先互彭志强欢喜几工啊，然后等伊廖准讲伊飞上天，咱才甲伊为天顶拍落来。高明正啊，你这了怨恨彭志强，迄是因为境外无法度甲彭志强放互袂去，所以你即马是咧公报私仇。毋是安尼啦，境外的心早就伫我遮，彭志强已经叫我踢远远。啊，毋过这话搁讲倒转来，你啊是走较空巧，这么紧就查到彭志强后一步想要创啥，连这还未公开的路口，你嘛摕到手头。啊，毋过是讲哦，你摕这个路口是会当甲彭志强安怎？这哦，你就袂了解啦。等时机若到，我自然会甲你详细报。我只要是听话狗，替我办代志就好。我敢是要了解这尔多。多谢总裁提醒啊！我煞袂记，我只是一只狗。知影家己是狗就好，无代志甲出去。是。对啦，听讲总裁你放走放飞的代志，你就车长借回我的。你即马到底是想要甲我讲啥？无啦，我只是好意啦。
我知影伊都社长上爱啉的是杀客，想怎你摆趁这个机会顺伊的介意，改善恁爸仔家关系。阮的关系真好，无需要你操心啦。我袂学你踮伫遮好的路去啦。是。好意思，在下班进前，替我准备一罐上好的杀客。眼前啊，这张阿瑞斯运动器材的广告。 敢讲是甲志强关系？明静，这是安怎？这哦，无啊，这哪有啥？这就才是人路边发的，我就煞手甲砸转来啊！明静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毋是想空想胖，搁想要对付志强啊？志强。 金元，你袂感觉你叫我伤过心力？你已经是我的某了，竟然搁伫咧思思念念你的旧情人彭志强啊！明静，我是因为着急，你莫想多啦。而且最近你都嘛无应该3更半暝才回来，我毋知影你在忙啥物啊，所以。金元，我知影这段时间我无好好陪你是我毋对。 也毋过我逐工遮尔无闲，遮尔辛苦，嘛是为着你。我若是无好好拍拼，好好振作，是要安怎互你安心踮咧厝的享福，你讲对无？这是今仔日收到的传票啦，欢迎已经要开庭审理你台西单位管的案件。 明静，不管最后判决结果安怎，我希望从今以后你都能安分守己，好好做人。另外，单好传的死，我是正当防卫。今麦是我的大舅啊，你的阿兄金荣无要帮我煞，伫咧公司甲我压落底糟蹋我，搁有偌讲单靠传害肇事犯罪案件是我主使的。 我看哦，伊根本就是拍算要甲我逼死啦！也毋过金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想尽办法，互伊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明静，所有的温温婉婉，我拢已经无想要搁听啦。我敢若知影，我即嘛是你名正言顺的家后，所以我希望你莫搁讲哥哥，或者是其他人搁继续踏落去。大家平平静静过日子，你嘛有答应我，敢是？ 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假使有人想要我死，你总袂用叫我坐咧等死。为着自保，我一定反击。明静，法院的代志交法官去判决。也毋过，假使你若是讲违背你答应我的话，那安尼我也无需要一切来阻止你。 我毋捌好好甲你讲过话，这是我专工为你准备的杀客。都可以啊嘛。不要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明明是喜欢好戏，伊是安怎会生气咧？这吼，我听你讲过啦。进前阮桌上，恁这款酒了后，互人暗杀，差只啊无命，
所以伊真讨厌看到这款酒。不过这嘛袂用怪你啊，因为这件代志就敢若有意图甲做的人才会知影。你这个外人是毋知影的。江宁姐，你甲创治我绝对要互你好看。塔罗，你搁咧生气哦？当年的杀劫事件，差一点治我的命。今日金明又搁救醒我，被人暗算在听，亲像一支刀，插在我的心肝头。塔罗，人咧讲不知者无罪，金明也毋知影这件代志啊，你无应该甲伊计较啊。玉扣，你竟然会替金明讲好话。我只是希望这个家庭会当平平静静的过日，莫阁有任何的风波啊。玉扣，我知影这段时间，互你操烦，互你受委屈，我真感谢你。结婚入门进前，我就甲我家己讲，爱成全你。即马我虽然是为着只有留在遮，但是我心内真清楚，我伫遮只是咧做客。既然是咧做客，当然嘛是爱客随主意。玉扣，你哪咧讲话？这永远就是你的厝啊！塔罗，你是安怎搁爱安尼家己骗家己咧？玉扣，等掠着绑票酒的人，我就会离开。啊，毋过塔罗，我一定要知影绑票酒的主使者是啥，伊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安尼我才会当安心离开。你敢会当完成我这个心愿无？那是当然，我绝对袂放这个人耍。这件代志一直是我心头的痛。也毋过可恶的是，明明有邱某这个人，这么明确的线索，但就是找我无爱的主使者。这个人，我是一定是走袂去的。啊，你甲倒？你看，你竟然会甲我说多谢。你以前绝对袂对我遐尔客气，这就表示我伫你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外人啊。玉扣，你是想要倒去咧？你甲七号、金明、金元拢是我的亲人，我哪有可能甲你当作外人啦？讲到金月，伊甲江明前婚姻一定有问题，即马有较改善无？比较起来，七号比金元实在幸福真多。我对金元这查某囝嘛捌做过啥物，伊会嫁予江明前，主要是想要化解金明甲江明前的恩怨。因两个人表面上相安无事，也毋过私底下拢咧找机会想要辅导对方。金元这个做小媒业的中，实在真歹做人。既然你遮尔挂心，不如咱就请明静甲金月来厝里食一团圆饭，表示你的关心，嘛表达合家好好的心意，互金月感受到你这做老爸的关心，你感觉安怎？玉扣，真好啊！你这个想法真好，也是你较了解我。我叫武雄，随去请金月来。莫啦，互只有去较好，只有甲金月因两较有交情，而且叫小妹仔去请大姊嘛是应该啊。金华姐，你考虑安怎？我无要紧啦，你慢慢考虑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先甲你讲。当初我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就感觉你足亲切的。原来咱是同爸过母的亲姊妹。我是知影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足欢喜的。我总算会因为一个姐姐啊。我嘛真欢喜有你这个小妹啊。较早我一看到你，毋知什么原因，
我就真介意你。真是哦。细汉时阵，我就欣赏别人会有姐姐，做伙讲心事，做伙踅街。那安尼，以后我会当陪你讲心事，斗阵踅街啊。可真是嘞！我真欢喜的。那安尼，咱先家岛上做伙食团圆饭，好无？我姐，你想安怎？无啦，我就一时欢喜，心肝内有真侪感慨的。金花姐，咱先讲好，袂用互任何人、任何代志，以后就咱姊妹安感情。好啊，我来替你泡咖啡。免啦，免遐尔麻烦。我是来看你啊，毋是来啉咖啡的。是哦，你常去志强的公司斗相共？其实我嘛无法度斗相共啥物啦，只是常常去就是啊。那安尼，伊拢在无伊啥物啊？这条争取美国艾瑞斯产品的代理权啊。我感觉甲七号讲这件代志。金花姐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麻烦你甲我斗相共。啥物代志啊？替我拍摕一个经典。经典？是新麦子。自从你离开了后，伊甲志强哦，行出家己的，志强拢无应操我。是我想爱着志强的，伊哪会出走我来？金花姐，我拜托你来甲我斗相共好无？我拜托你啦。等先啊，这是我上午做的台湾料理啊，等下一定去食过。好啊。哇，开始这个料理，岛上是你上爱食的对无？是啊，哈哈，是啊是啊。有没有？毋是讲好大家斗阵食饭，你是要去倒？我袂晓啦，而且我无兴趣食啥物团圆饭啦。金苗，今晚甲你真水饺，来啦，行啦，你着动作哦，陪恁小妹吃等下，来，坐啦，坐啦。这名下，一定是志强啊！你请志强来要创啥？奇怪呢，这想嘛是这个人，我敢袂用请伊来。七号。金花姐，你来啊！哇，你今日就是哦。金花，你来啊，来这边坐，来。奇怪。爸，这是我为你特别准备的，你上爱啉的路易13 Brandy。明静啊，你若是对金华有这样的体贴就好啊。这是当然哦，金元哦，我疼惜伊就袂有啊，哪会敢欺负伊啊？知就好啦，知就好。免这个，经过来。刚才是这名下，志强来啊！志强，你来啊！大家都在等你啊呢。伊就为你好。你好，我听七号讲，你上介意啉冰酒。志强，真多谢你，请坐。多谢。来，你坐这。真好，我今日真欢喜，咱规家伙啊，会当坐遮食团圆饭。来，大家啉。来，敬意倒甲倒。笑，你讲唔对啊啦，应该是敬啉甲才对。拢共款啦，大家啉酒。对，
干杯！天星啊，这是你上爱食饮食哦，爱加食罐的。好。吼，这个遐尔歹看，乌酥酥的，佮好意思摕出来点。董事长，来，这是卡上做的沙西米哦，是日本吼上出名的师傅家己的，来加食罐。好。安尼大家拢坐遐看，食，来食，来。这个来。董事长，这有一个囝婿高明正，佮有一个无离户口的后生金荣，啊，佮有我这个未来安那达。你对这个外来的查某遐尔体贴，唔惊伊做歹模样，或者是事有样看样。那安尼，我甲金华这个幸福就无希望啊。笑，咱哋大家遮尔欢喜找你遮食饭，你有莫讲啥？就是因为咱着，都有三只应该要注意啊。啊，若无，咱在座的人都无幸福。是哦。董事长，我敬你，敬阮因岛家族永远幸福美满。来，干杯！拄上靠上，真正唔干杯啊！敢讲咱因岛家族真正互外人来钦占？你甲点的？应该店客人毋是我啦。是哦，你伤过超过啊！是哦，你看你，难得大家做伙食饭，你讲白讲话了，你用倒上生气？是你是了我啊！不要紧啦，我来顾跟天星。康桑，你要在咧生气，你毋去考课，我换人去哦。你来较注意哦，要互阿公讲着啊，互迄个去食，我你真个袂讲啊。紧去啊！你紧去啦！起来啦！你去，紧嘞！紧去啦！即摆就剩咱遮的少年人啊，来，我敬你。伊都家族万岁！天星啊，莫阁生气。是要切查囡仔，日日在学中不停学。有一个亲像你这么疼伊的老爸，竟然还阁唔知完全。会，我想要这个人请者。哦，好啦，啊无我先看你。但是你心情不好啦，你问。你着爱为你宝贝查某囝儿所作所为，好好向天星交代。塔罗，真实的啦，我本来是想要互你好好享受一家人团圆的气氛，想袂到只有搁借机会，我甲大家无爽快。
是我无甲照管较好。不靠，应该会失的人是我。今仔这所有一切，拢是我家己造成的。本来就应该由我一个人去承担，只是拖累着你，必须要陪我去承担这个家庭失落的痛苦。这对我来讲是一种爱的责任。只要你还未甲我签离婚证书的迄天，我就是你的家后。我会永远伫你的身躯边支持你、照顾你，帮你照顾好这个家庭。又哥，多谢你，你一直在成全我，我就一直在想你的心。我颠倒因为有你这种重情重义的翁婿，感觉骄傲。有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的心就感觉较平静。我心内所想的代志，拢忘袂过你。你总是给我上大的温暖。我就愈来愈发觉，无法度失去你，又讲。来个验门的啦。心妹，你看店面写啥啦？哦。这是美国 Aris 总公司的传真呢。我看，因仔咱提供建新的 logo， 配合因拍入去华人市场营销计划。因讲，假使你若同意，得咱马上签约，得到代理权啊。若协调得到代理权，我当然同意啊。美国，这个啊！对哦，咱来业绩，敢像咱开公司，直上，哎，咱们出头地啊！是咪？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只是替你感觉足欢喜的。这一路行来，是足辛苦的。即马你当顺利摕到代理权，你的公司总算是徛稳啊。你讲唔对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，是咱的公司。到底呢？你安尼讲吼，敢若无啥共。咱一间公司哦，咱行到这个地步，咱拢是心内伫遐两斗相共的。无安尼啦，你就以身相许哦，甲伊说下。我赞成。2票。阿伯。阿伯。志强，人爱向前看，唔通互过去白条咧。你应该将金额放袂记者，好好接受心态。对，就敢亲像迄个水破路地哦，难收回安尼啦。虽然讲我是感谢心爱，也毋过我阁需要时间。你叫我急死呢，你啊！今仔都加人啊，你开动放学袂记，就较放学袂记啊！开动8个8个，你毋过有着心内对你的情呢。大口袋。哎呦！你哪会用敢若替新妹子讲话？是我是实在志强的呢，伊哪会当讲我丑？其实哦，新妹甲志强早就熟悉啊。我唔管啦。志强，你讲，我伫你生活内还是真重要对无？你伫我的生活内真重要，因为你的好亲像我的亲兄妹共款。我无要做鱼工啊啦，我无了伫个遮，这是上心的所在。咱每一个人还是面对家己的情绪，你就回去啦。即马你应该关心的是心爱。这商标专利权使用法规，你阁真了解。总裁，你唔通袂记，我读的是法律咯。这彭志强国际 logo 的使用权，早已经签予国宝集团。无唔对，而且是无限期归咱国宝集团所有。
咱只要抓到这点，彭志强甲美国阿瑞斯的合作关系就永远拢无望啊！咱会当伫彭志强甲阿瑞斯签约记者会顶面，予伊一个致命的打击。彭志强若是摕袂出在阿瑞斯想要伫个战胜落库赔偿的结果，会内互彭志强一世人拢无法度翻身。什么人？刘社长，我是李武。200。刘社长。这是。好，为什么？这样。安怎？做我有什么代志？我还想要甲你请教，唔知你敢知影这阿瑞斯公司的背景资料？听讲因最近积极伫台湾找代理商，我有兴趣甲伊接触。好。先做。我感觉头壳做戆的，身体无啥爽快。你拄遮济，我来去休困者。我甲你扶者。唔免啊，唔免。你对遮就好，我家己来。放前途的赌博，佮包括安巴股关系。想要到林天生是释放前途的某技术强。管你什么手段，一定来组织国保队，一定亲自赢球。伊伫用心计较，要互国宝队伫咧总冠军赛输球。这幕后技术强是林天生。是你叫人开车甲我弄的哦。你是咧讲啥？卖讲你听啦！你即摆是咧创啥？回答我！你为了要控制职棒前途，你明明用不择手段害国母队输球，我叫人开车搞弄，对无？无毋对，那是我伫日本下的命令。你敢知影迄条车祸受害者是啥物人？我知，是你。你对你亲生后生下这款的毒手？我下命令，目的是要互国宝队输球，但是我并无指定爱用什么手段要杀什么人，而且同时我并不知影你是我的亲生后生。你敢知影？迄条车祸，互我失去一切，我失去投球力量，失去我的未婚妻，我为天天写落来，为一个金牌投手变作一无所有。我所有的理想，甲毋望，拢总化作乌有。这一切是谁害的？都是你这亲生老爸害啊！我这……同时，我若知影我的命令会去伤害到我的亲骨肉，我唯一的后生。绝对无可能安尼做。你搁做了啥物我唔知影代志？你紧讲，讲啊！以前捌做过啥物，你无需要知影。但是，你也知影，为即马开始，我想要好好栽培你。啥？你要栽培我？无毋对，
我知影你有满腹的怨恨，也毋过你并无对我下手。以你拄则的行为，我知影你心目中同款有我这个亲生老爸。你爱知影，无人敢用你拄则迄种态度来对待我，因为我无可能予伊有这个机会。你一直拢无信任我，一直在试探。我咧试探，你认为我应该信任你？金苗，前几天我甲你甲我的财产做一个分配，表面上是你安到我厝内面的人，实际上。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想要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，嘛包括我在内。我是伫替你做好接班的准备，因为最近我感觉我身躯边有危机的存在。安怎讲？你是发现什么？我讲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是叛徒。每一个人，这么哪会啦？当然嘛是。头一个就是这23年来我日夜思念的人，是你的老母周玉芬。你讲我的妈妈，无可能吧？上好是无可能，也毋过，我拢感觉伊有真侪代志隐瞒我，我会感觉真不安。还阁有一个重疑，表面上伊虽然无讲话，也毋过我知影，伊心内一定真怨恨我取消伊甲姊的婚事，还阁有你的出现。会感受到竞争的压力，威胁到伊的继承权。另外一个人是欧尚，根据伊的办事能力，照理讲，早就应该把亚洲市的幕后主使者抓着，也毋过，到即马拢无进展，种种的现象，表示有翻倍的企图。啊，不过至少有一个人，你会放心啦。你是讲七号？无毋对，七号是无可能出卖家己的亲生老爸。也毋过你毋通袂记，伊个少年，无社会经验，有可能被人利用，伊家己都毋知咧。果然是伫遮留互你，看起来我会较注意。你咧想啥物？无啦，我是咧想你拄则所讲的话。奇妙，你阁还会见识到人心的险恶。一个人若是毒起来，比毒蛇搁较毒，比海水搁较深。我真欢喜天公伯啊！我有你这个后生，会当继承家业。也毋过，伫所有代志要交你进前，我要为我，嘛是为你。扫除了身边会当扫除的石头，会记我讲的话，什么人拢袂通相信，只有相信家己，知无？我会记你所讲的。真好，回了。社长，好啊，好中，我未来接班人。嗨。
莫搁念啊啦！拜托诶，你莫一直甲我讲经开始啊！我听啊叫要起笑，就走去做啊啦！听咪啦？哦。阿弥陀，心静自然明。少年人就要放下欲念，才袂互妖梦所捆绑，随心随自在。哎，你坐落来，我陪你念208遍心经。安娘喂！哎，拜托诶，我规个啦吼，你莫搁念啊，吼，你头家吼，啊，我挡袂牢啦！天啊！我怕败啊！我起笑啊！有人哦，开门嘞！开门嘞！我要换房间啊！我无发觉野菜念经念袂煞，笑会怪错位啦！多笑。舅妹啊，你了做讲你倒唔念，想要换房间就换房间。哦，上大，拜托诶，参将诶，只要莫甲我乖甲即个社会上共一间哦，看是要乖水落地落，我顾在你啦，哦，拜托。感面姐，你真正是我敢若底台无底过。原来你留即张王牌，就是这个舅母呀。舅母只不过是我的副食品，心主师傅才是我的保身。宝祥，姐，你来理食，几多年无看，你当时食才出家。你讲，伊是恁姐啊？宝祥，你还搁伫咧江湖，甲人搬烂，也袂想要收骹洗手。姐啊，你嘛是过来人。你嘛了解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宝祥，回头是岸。我知啦，王明姐，你是要撩阮一个来遮关？无啦，我是请新主师来度舅母的啦。啊？新主师，你讲对？心中。若是充满贪念甲受恨，心中未平，冤可解不可结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既然你拢来啊，我就替你念经回向，消除业障。莫帮我多请啊！救命哦！救人哦！哎，我不会请念经啊！哎，拜托，救人哦！啊，无啥物精神病无？莫可念啊！你莫可念啊！拜托你，大家啊，救人哦！啊，母啊！志强，虽然咱无缘做阿母，也毋过你永远拢伫我的心肝底。林静，你倒来啊？歹势，甲你吵起来。
我来替你捞烧水啊。哦。今我捞着彭志强的签名球，搁创伫枕头下骹，那呢唔等于答案彭志强困了我甲金华的中啊！原来你根本就无把彭志强放互袂去。好，你着看我安怎甲你心爱的人变成我的手下败将。我是志强吼，他离这个黑道家庭。是哦，你是咧讲啥？周玉芬甲我赶出去，带药库甲七号转去日本。其实大理关的合约是古堡集团的啦。你若还阁这么不了心，我是绝对袂手下留情。伊即马阁叫金华去反背家己的翁，你是要甲伊害死sao？我若无安怎，死的是咱两个呢。你安怎做？我家己心内有数。